愛在台南溫馨送暖愛心年菜活動，結合了墾黃金慈善愛心協會永康會、大灣循環會、平安實業、永泰小姐、甲慶陽商行等善心單位。7月上午，在北區中英路5段發送北區熱切家修理好年菜甲甜點，希望在歲月寒冬時節，透過實際行動，讓弱勢家庭嘛當共享豐盛的年菜。剛想康黃金我們的會長、副會長，然後說真的，在每一個過年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發愛心，然後把年菜集中，把所有人的愛心，然後變成年菜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，尤其咱攏知影講，一個家庭的過年有當時啊，伊要吃一頓較好誒，伊攏會感覺講好像很多的為難，但是呢，我們集合所有的人的力量，讓這個過年他們會感覺不孤單。而且幫伊準備好的料理，而且那種感覺到這祝福的一個味道，所以我相信能夠讓他們小孩子吃得開心，然後長輩也能夠沒有擔憂，所以我相信這就是我們送年菜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。所以真的要感謝我們康黃金，我們所有的好朋友，會長我們的阿佑，副會長，還有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，大家一起的齊心協力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能夠過好年。陳廷輝表示，過年是家庭團圓、共享幸福的重要時刻，但對着部分經濟弱勢家庭來講，準備一道年菜確實真大負擔。伊也感謝所有投入的民間團體甲善心人士，用愛串聯資源，和關懷化為實際行動，陪伴各一個家庭迎接新年。今天总共发给了我们所有北区1、2、3款的低收入户一份年菜，那希望讓大家在過年前能夠領到這個年菜，在年夜飯的時候能夠有一餐這個豐盛的年夜飯。那我想也再次感謝各界的愛心，那也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活動，也希望能夠有更多善心的投入，讓我們的弱勢朋友能夠感受溫暖。但已經林冠維即時接出，愛在台南不只是口號，而是透過一處處溫馨送暖行動。和城市更較溫暖，並強調未來將會持續關注弱勢族群的需求，和台南成為一座互相扶持、共享幸福的溫暖城市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